想去西貢北潭涌一帶郊遊，自駕係熱門選擇。以往呢一度嘅標位最多都係入2個鐘。由星期一開始，其中35個標位，每次交易嘅最長泊車時間延長到去4個鐘。想揾呢一啲標位就要留意呢一個綠色指示牌。運輸署話，駕駛人士如果透過入標易流動應用程式要拒逐泊車時間，合共最多可以泊車8個鐘。而家由2個鐘變咗4個鐘呢，的而且確就方便咗好多嘅，即係唔需要成日企住入標啦，起碼都方便咗。點樣方便法？即係嚟得呢一樹呢，通常會逗留嘅時間比較長咁如果4個鐘你可以再入多次標，即係8個鐘啦。咁8個鐘都可以做到一日郊遊嗰個時間咯。如果唔係，搬我以前4個鐘根本就到喉唔到肺。你玩得嚟根本就冇時間去入標。其實我覺得作用有嘅，但係實際用途唔大。因為好多時如果行山4個鐘頭，我加埋我用 app 去入標都係8個鐘頭嘅話，其實有機會係唔夠用嘅。點解呢？因為有機會其實8個鐘頭出唔返嚟，同埋有機會我入到去西貢再入啲嘅地方，電話信號收得唔好嘅話，我根本捉唔到標。咁我最多都係4個鐘頭，我點要返出嚟嘅，咁就真係有機會唔夠啦。運輸署話，運輸策略藍圖提出，考慮到市民遠足、出海等活動或者需要較長泊車時間，研究喺合適地點延長咪標位每次交易嘅最長泊車時間，以滿足較長時間嘅泊車需要，更靈活咁運用現有嘅泊車位。北潭涌停車場就係首個將最長泊車時間由2個鐘加到4個鐘嘅實施地點。香港電台記者鄧君柔報道。